修行的出世道义。如果你把这几句话把它记住，把它好好充分去使用，那我们呢对阿弥陀佛很大的信心，很大的信心。那么一旦你有信心，我们就会精进用功，不断的持念，那对你来讲受用无穷。这个是印光大师的开示语录，他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就阿弥陀佛就万德洪名，他的名号记足了所有一切的功德，就是万德，万德就是一切的功德，就是洪名记住一切的功德。所以我们叫说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多殊胜的，多殊胜是多圆满多庄严多庄严。他记住了一切修行的功德。这个名号呢，就像大爷红炉什么叫大爷红炉？爷嘛，就是各位好像在炼金一样，炼金子，旁边一定要一个很大的火炉很多炉。这个火炉很大，火很旺，火非常的旺。那么你在念佛的时候无人多生罪业。我们人我们的人，你的多生的罪业，多生累劫来的所造的罪，你犯的业障，就像空中的片血一样，一片一片的白血。那你这个血，你一念佛，靠近这个红炉很大的火炉，会怎么样？融化掉，马上就消失掉了，马上消失。所以说阿弥陀佛，他这个名号就像大爷红炉，一个很大的火炉一样。那么我们人的罪业虽然很多，但是就像虚空中一片一片的血，慢慢的缓的下降。那么业力凡夫，我们这种罪业束缚住了这种凡夫众生。由于因为念佛的缘故，业变消灭，我们的业障慢慢就消了。为什么？就靠近这个火炉，当然自然就融掉了，就像片血尽于红炉，即便了不可得。所以我们这个业障呢，像片血一样靠近这个大红炉，那么即刻当中了不可得，一点都不存在。所以各位，你看这个东西多重要！念佛就消业障，增长福报。所以我们一旦念佛，你看你的智慧增长了，福报也提升了，再加上你的业障慢慢逐渐的化消了。过去很多诸佛菩萨，他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犯了忤逆12大罪。或者是谤佛、谤法、谤身，很大的罪业。这种人呢，必然堕了金刚地狱，不是只有18层地狱还要到那种金刚地狱去。金刚地狱是太可怕了，太恐怖了。那种地方呢，这个人就是因为罪业的感召，所以他不得翻身，而且到那种地点的黑暗的地方是千百万年的。可能是千百亿劫的时间，他都没有办法从黑暗跳出。你看这个人的罪业有多重？太重了。任何方法想要挽救他吗？没办法，你救不了他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善知识就告诉他了：你没有第二个选择了，也没有第二个方法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。这时候你怎么办呢？你赶紧念佛。唯独只有念佛，仰仗着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，你的业才会消，你从今之后才能够跳脱，由黑暗迈向光明。他一听，好，因为他犯了太大的罪，谤佛嘛，谤法，谤身，有这种罪业的累积，所以造成堕落在黑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。今天幸好善知识提醒他，点化他了。告诉他说：“你赶紧念佛。”结果他欣然接受。他没有办法嘛，已经没有路可走了，所以都赶紧念佛。一念佛，业障一消，他照样翻身到好地方去。各位，由此可见，阿弥陀佛的名号跟众生的缘深不深呢？跟我们众生的缘亲不亲呢？亲。
很轻很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印光大师提醒我们的、告诉我们的这几句话。我们的业障就像空中的片血，一片一片的白雪下来。但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像一个提炼的、冶炼那种比如说铁、钢铁啦，或者是黄金啦，旁边呢一定要有很大的火炉嘛。烤得红红的、旺旺的大火，那叫一个片血靠近这个大的火炉，你想想看，马上就溶解掉。所以我们知道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就如同印光大师所介绍，就是一个大的火炉，所有的业障把它融化掉了、化消掉了、清除掉了，那么我们以后就无罪一身轻了。无罪一身轻，大家慢慢越走，我们的印土越开通，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，业障呢，全部都能化消掉。业障一消，福报就上来了，福报自然就上来。所以各位，我印光大师的话我们要谨记在心啊，我们一定依教奉行，千万不要怀疑。为什么？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人的，大势至菩萨的再来人。如果讲他一段的公案呢，我可以简单告诉你，就是他为什么是证明他是大势至菩萨，因为他在普陀山闭关的时候，普陀山闭关了30年了。因为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很仰慕他，因为很多人呢就写信啊请教他，在闭关房里面，他没有办法外出啊，他经常用书信来回答，看到他的文笔啊，大家太佩服印光大师的学问了，太佩服他了，所以出来的时候就在上海圆明讲堂了，在那边讲课，在那边开示佛法。没想到有一个女孩子住在南京呢，一个女孩子，那么突然间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她做了一个梦，佛来点化她，她说：“现在你还在睡觉，你赶紧买车票，到这个上海去。好，因为现在有个大势至菩萨在那边讲经，在转法轮，在度化众生，你不要错失这个机会，你赶紧过去。”在圆明讲堂，记住，赶紧去。结果这个女孩子醒过来了，有一个大势至菩萨在那边讲法，她说这怎么可能呢？她就赶紧，她不敢违背，马上买了车票，就直接到上海。一进到这个圆明讲堂，一看就是我们印光祖师啊，印光大师在那边开示。后来大家都把法会圆满呢，私底下他就偷偷的赶紧来跟老和尚报告，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佛来告诉我说有大势至菩萨转世的正在圆明讲堂讲经说法，所以那讲起来你就是大势至菩萨了。结果印光大师说：“嘘，你知我知，不可以让别人知。”所以印光大师实际上就是大势至菩萨来的，对不对啊？听懂没有啊？我今天透露这个消息给你知道，所以你们才会我们深信不疑，知道原来印光大师就是大势至再来人呐。好，我们非常欢喜他讲的话，我们绝对完全采信，而且不能有任何丝毫的怀疑，对不对啊？我们非常高兴，今天在此时此刻，我们又能够把这个菩萨们讲的话呢，牢牢的来复习来温习，对不对？来点化我们自己，教化我们自己，我们很庆幸，阿弥陀佛。